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0月23號，我係 Anna。時值初秋，去咗尖沙咀中式飲茶，試下佢特價789蚊嘅點心，同埋88蚊買一送一皇牌紅燒乳鴿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尖沙咀港鐵站 L 出口直行，沿途有好多版畫係介紹尖沙咀嘅地標，有天星碼頭、香港文化中心、海港城、1881半島酒店、中港城等等。然後喺 L5 嘅行人電梯去到尾，見到幅用紙皮石砌成油麻地果欄嘅畫，同埋介紹西九龍嘅燈箱。喺呢個寫住北京道1號嘅入口，搭 lift 上去 L 層，轉右呢就係 lift lobby， 再搭 lift 上8字樓就係今日要去嘅酒樓中廚。今日係平日，可能食晏時間都等咗半個鐘。門口擺放咗各款嘅茶包，入門口呢有金龍鳳雙喜嘅擺設。酒樓都算幾大間，可以望到對面維港景色。我就被安排咗坐咗入房間嘅。環境優美舒適，每張台都放咗個電熱水壺。茶包係揀咗碧螺春嘅，茶係17蚊一位。今日呢係嚟咗中廚飲茶，開咗一壺碧螺春嘅茶味呢係帶少少澀，要自助形式自己沖嘅。茶壺仔呢細個咁，都幾保溫嘅。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，今日係嚟試下佢789蚊嘅點心，仲有88蚊買一送一嘅皇牌紅燒乳鴿。今日係平日，但茶樓都好爆嘅，見到台都有叫呢個乳鴿。紅燒乳鴿呢，野味嫩滑，外皮又炸得好香脆，名不虛傳，好食。每份2隻嘅乳鴿呢，就有4杯百香果茶。味道酸酸甜甜咁，幾好飲，又可以解膩。仲有9蚊一粒嘅沙茶手工蝦餃王，蝦餃呢都幾大粒嘅，同埋呢都幾熱辣辣嘅上頭。有2大隻蝦嘅，裏邊啲蝦呢都幾大隻嘅，新鮮甜味，爽口彈牙。值得一讚呢就係呢個9蚊一粒嘅鮮鮑魚燒賣。鮑魚燒賣呢賣相都幾靚嘅，嗱隻鮑魚都幾大隻。免治豬肉餡呢蒸得好嫩滑，裏邊有冬菇，但係冇馬蹄嘅。個鮑魚殼呢裝住，肉味都幾香濃。難以想像9蚊一個點心，雖然係9孔包，但係咁大隻。仲要係新鮮、爽口、彈牙，味道唔錯。呢個呢係XO醬蒸鳳爪嚟嘅，每條呢就係賣7蚊嘅。XO醬呢就比較濃，所以就鹹咗啲。有啲鳳爪都蒸得幾靚，同埋有配料呢有花生。鳳爪呢都腍同埋入味嘅，但係味道呢就好一般，都係賣9蚊一個嘅叉燒餐包，外皮都夠脆嘅，味道就好甜。呢個叉燒餡呢都唔多嘅，但係呢包呢都幾軟熟。同樣係9蚊一個。芝士焗鴨肉批呢個賣相就麻麻地啦，試下好唔好食先。外皮唔夠鬆脆，啲鴨肉又好鹹，食落去呢都 OK 嘅，不過呢就有啲硬咯，啲皮。呢間茶呢飲咗162蚊，經濟實惠，點心都好美味，乳鴿嘅味道呢尤其出色。789蚊嘅點心紙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